太阳能发电目前伫国内互人印象较侪拢是爱用正大片的土地来种电赚钱。不过，就有环保团体举办公民电厂的分享会，搁设一台会当山顶动的太阳能系统，要互民众搁较了解绿电发电的知识。工程师一边安装电池的设备，一边向民众说明太阳能的电安怎转换做一般家庭会当用的电。若总讲大家有这个技术的话，其实会使去排解这个停电的问题，还是讲欠电的问题安尼。嘛是会使讲针对咱家己居家咧使用电的部分嘛，更靠伊个深入的了解安尼。枫叶保护协会伫家己铺子的独立册店举办公民电厂的说明会。分享公民电厂的经营、操作甲成立目的。咱即摆公民电就是讲，伫咱的厝尾顶，哈，小小的场域空间，只要合法的，会当互咱去使用的这个所在，拢会当很广泛的去使用。我感觉厝邻是一个上好的环境。那假设大家会使装伫自家的附近讲，咱用一个简单的设备嘛会使发电来用。安尼我想会当对规个能源的迄个政策吼，拢是做好的推动。农业种电的争议伫真侪所在拢引起讨论。本身是在地农民嘛，真关心农业发展的记录密度，也专工来参加。想要了解除了政府甲财团以外，太阳能发电的推动，佫有啥物选择？它其实也是透过社区的这个集体大家共识。那的确，他也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之后，大家在成立合作社，从社区转成合作社的方式，大家更有计划的去规划。本意是好的，但是实际上要落实，或者是说让更多人愿意去参与，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偏保守这样子。公民电厂是一种真新的观念，枫叶保护协会希望推广给民众知影，去电厂用太阳能发电，不是干那政府也是财团的专利，民众嘛会当做伙来参与。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